今年一摆客家田传营29早起呢，伫咧新德当举办闹热采集活动，现场阁有对1965年就开始举办到今超过57年历史的台湾客家山歌比赛，已经变作是德当上重要活动之一咯。 穿客家传统服装，拿射鸡，拿跳舞，个人打扮成做事人牵牛，代表客家族群勤俭打拼的个性。嘛有学校老师特别带学生来参加活动。好玩，怎样好玩？大家都扮得很有趣。炒鱿鱼，对，客家小炒，对，然后我们运用了很多像这个有汤圆。 对，那用了很多的那个客家美食当做我们这一次的主题的发想。我们也特别用环保的一些回收物，包括保丽龙啊，还有纸箱，来做一条祥荣献瑞。旧历正月20是客家天窗日，又搁号做补天节。第一天，传统客家人拢会放下手边的工课，透过庆典来祈求以来风调雨顺。 新德关德当地区，每年拢会举办闹热的活动。所谓的女娲补天，就是这一天，如果男孩子拿锄头，那个地面的水全部会流光光；女孩子拿针，来刺绣，这天空会破洞。所以这个时候就男孩子不工作，女孩子也不工作，一起来听山歌，唱山歌。客家人平常勤俭，难得休困。天窗日这天，大家拢无做事，后来才有天窗日唱山歌的风俗。 过年迈过到正月20的天窗日，才算年节结束。记者对群和新店报道。